越剧这个剧种，它来自于江南，特别的抒情，是以众多的女子越剧艺术家闻名的这么一个剧种。这个剧种虽然年轻，但是它在短短的113年的历史中间，已经发展成为了仅次于京剧的全国第2大剧种。京剧更多的是帝王将相，而越剧更多的是才子佳人、爱情以及家庭伦理的题材，《红楼梦》啊、《梁祝》啊、《西厢记》啊等等。而且我们都熟知的这些剧，基本也都是由女性的演员来扮演小生。1954年之后呢，周恩来总理提出，越剧应该反映当代工农兵的生活，反映当代人的生活，提出了越剧走向全国，所以我们培养了很多越剧的男演员。我呢，就是1974年进入上海越剧院学馆学习。那我是一个男演员，但我的老师是一位女性演员，也就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先生。众多的越剧流派之中呢，目前被观众承认的越剧流派就有13个之多，民间流传的就有16到17个。应该说是越剧的流派也是造就了一代的宗师们，同时呢也培养了一大波喜爱越剧的观众。而且很多观众我只看这一个流派，喜好越剧，但是情有独钟，这一点也就形成了越剧观众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。现在很多的剧种都在学习越剧的唯美，当然越剧它还是通俗易懂，有的唱词我们甚至就是随口说话的一种语汇都有。妹妹好像在看见过的呀，又要不是了，你何曾见过啊？所以我们也称它就是能够和平民百姓直接交流的一个剧种，同时它又不失它的高雅之处，它的呈现方式都是尽可能的唯美。我们的戏曲剧种它本身也是跟随着时代在不断的进化，现在已经是这个网络时代，你要紧跟时代的发展，所以呢也在剧目题材上进行了很多的尝试和探索。演过巴金先生的家，网络题材的第1次亲密接触，演过赵氏孤儿，非典时期创作了一部被隔离的春天，包括清代剧，我演过杨乃武，演过纳兰性德，包括外国剧，我也演过王子复仇记。还比如说我跟赖声川先生、黄磊、孙俪我们合作过话剧越剧混搭版的《新暗恋桃花源》，被赖声川导演称为这是他认为最惊艳版《新暗恋桃花源》。特别是让我有一点感受特别深的，那就是由于这种混搭模式，很多赖声川的粉丝、黄磊的粉丝可能看了这个也变成了我的粉丝，而我的很多粉丝可能从来不看话剧，但是可能看了这部剧，他也成为了话剧的粉丝，成为了黄磊和赖声川的粉丝。越剧这个剧种，它善于吸收外来以及其他的艺术门类好的元素为我所用，它就像一块海绵一样，应该说也是让我们尝到了很多的甜头。